好，直播送出去。直播送出去了后，直播的 link 要不要打起来？直播的 link 伫倒位呢？伫遮 copy。pin link 打起来 ，add link。好，各位会使先看我送出来这个那么好说，毋是直播的啦，直播的画面吼。先来甲各位，今仔日小甲各位教一下什么叫做入声字吼。入声字入声字吼。入声字做是台语的特色之一啦吼。台语有啥物特色以后再讲吼。我只写5个特色吼。所以你若讲台语，这5个特色你掌握了后，你就规个你就会当讲啊足老的吼。台语讲足老，就是你讲啊足，毋是认真尔吼，比认真搁较悬一个层吼，一个层次吼，讲啊足老吼。希望各位拢有一天有法度甲台语讲啊足老安尼吼。好，入声，各位较早咧读国文啦吼，伫咧中华民国教的国文内底，应该嘛是甲你教啥物叫做入声字吼，就是迄种发音足得接足倒的迄种字吼。但是偏偏华语内底其实是无入声字吼，华语无迄个，因为四声吼，爸拢是长的嘛吼，伊无迄个足倒的吼。台语有，而且毋是有尔，是足多吼，足多，所以你若袂晓，等于你台语就袂晓一半去啊吼。所以你一定要会晓入声字的发音，但是入声嘛，是因是敢若一种，伊有4种吼，所以等下我咱4种拢讲互你听吼。你你敢若看即个汉字，你当然看袂出啥物叫做入声，像你安尼看，你就毋知影对一边是入声吼。这是我看嘛，这拢是台语啦吼。我袂记我当安尼写，这是压杂嘛吼。等下歹势为什么走去好？我先安尼讲吼，这边是一般长音的啦吼，就是无入声，这边就是有入声的。那你一听你就知影差别伫倒位吼。这是一，这是一，这是乌，这是有吼，有字的有，那是有道的有吼。这是A，这是叶吼，二叶的叶吼。这是乌，这是恶吼，厌恶恶。这是了，这是吼，这是吼，这是这是吼。这是这是阿扎，这是阿扎吼，阿扎，所以你会当，你即马至少我拄则安尼念的时阵，你会爱掌握讲，这边是较长的音，这边是较短的，就得促，就得杂的吼，就得促的音。我搁念，我即马搁念，你家己搁去比较者吼。阿扎伊乌诶啦吼，应该是啦吼。阿扎伊有叶吼 ，OK。你汉字你看袂出来嘛？但是你若用白话，所以白话字好。其实吼，我咧教课程中，我见讲，只要是你对你台语毋是你的母语的吼，你应该爱对白话字开始学起。学台语的时阵，爱对白话字学起。你莫去学汉字，因为你无法度掌握啦，你绝对掌握袂着的啦吼。因为迄个入声音，你掌握袂着吼。所以我甲白话字写出来了后，你就一看你就知影，我是毋是应该甲即个放大，还是这我不晓用呢？
play，Ctrl P 哦，毋是，Alt P， 毋是，我要甲即个画面，遮啦，安尼较大哈。阿扎就是压杂，所以你会当看出，入声字甲毋是入声字，就差别讲入声字后壁拢加一个注音，来表达迄个得杂的迄个感觉吼。阿扎变压杂，伊变一，u变有 ，a 变亦，o 变恶，e 变你拢加一个注音伫后壁就好啊。我对只讲入声音有4种，就是讲这后壁即个注音有4种加，有4字通加。我对即只减一个，就是迄4字就是 p t k h， 我这只有 k h t k h 拢有无 p 啦OK， 所以我即马找一个例来讲哈。例是刻伫遮，即个例伫我拄则打迄个 link 来，伫即个 chat room 内底打 link 有吼，你会当家己去 download 落来去看吼。啊，伫即个即页叫做录音遮吼，第几页我毋知，你家己去选哦。遮后壁就影啦，我看嘛第几页？第29页啊，27页吼。啊，你若无你来直接看我即马。我即马直播的这就好啊，吼，好，入声好 ，PTKH 嘛，吼 ，PTK， 因为我即马是次数是 HPTK， 安尼就照这个次数来教，吼 ，H 就是保持开喙，吼，所以即马这4种，我甲这4个方法就讲者，要来讲即个要领讲者，吼，要领讲了，你记起来啊。过来就是要靠练习吧，定定练习才有法度。无其实你若母语毋是台语的吼，你若无定定练习，你敢若看过也无效啦吼。你爱定定练习，有法度通讲安尼。好 ，H 就是保持喙开开，吼，歹势。本来是啊变较倒的，但是保持喙开开，啊变啊，即拢读做啊，吼。啊 ，P 呢，就是喙结尾的时阵，就是你念即个音的结尾的时阵，喙要合起来，吼。所以拄则是啊，即嘛变啊，喙要合起来吼，啊，吼，HP 就是安尼，差别伫遮。啊 ，T 甲 K 有人可能 T 甲 K 真正较困难吼。T 就是你的喙齿的无溜吼，应该是喙齿的。指尖啊，的舌尖应该是喙齿袂溜吼，爱去拄咧喙齿环遐、喙齿根遐拄咧，舌尖去拄咧吼，就是你发即个音的结尾的时阵，你一定爱甲做出即个动作，吼，即个动作做下，但迄个音无一定发得出来吼，毋是安尼讲，应该是讲迄个音就是靠做即个动作来发出来吼。好，啊变做啊。所以我读这个音绝对是喙齿爱拄的，拄的即个你的齿根遐吼，已经爱拄哩，即个音才发得出来，就是啊，吼。即个差别伫倒呢？即个 K 是啥物 ？K 是头只是喙齿无你这是喙齿头，就是舌根啦吼。爱拄咧迄个。叫做啥？喙齿壳翘，这是读做壳翘，我则袂记得即字吼。顶壳啦吼，爱读做顶壳去，爱去拄个顶壳吼。啊变做啊吼，舌根我舌尖其实无叮当，就是舌根爱互牵起哩啊吼，就安尼，所以是啊。好，这4种你会晓的啊。
台语你就会晓一半。啊，当然，这只毋是四种尔，伊个分做管音甲假音。咱看即只吼。我第四声台语内底八声调，咱后续再讲吼。其中第四声甲第八声其实就是入声字吼，啊，就是假音甲管音。第八声是管音，所以是啊甲啊吼，甲甲甲吼，毒甲毒吼，骨甲骨吼。所以关加，咱个变化就变，就本来是四声，就加四声出来。好，啊，所以入声字有做无？就是你看，这只占已经八声字占两个声调，啊，两个声调个 HPTKH 个无共吼。好，啊，例小看者，咱例足紧看过，咱就来读字啊吼。因为我知影有人其实今仔日有人这是比我较熟的吼。我看嘛，今仔日到位的啊，哇，咱好，不要紧，咱有录音啦吼。无定今仔日敢若芭比袂晓呢。我想问者，三年应该会晓啦吼。入声，马文一定会晓，连暗才会晓。好，四种来甲读一遍吼。我无分讲，迄定是管音啊、假音啦，拢有啦吼。好，这是把，这是拍，这是打，吼，这是这是打，吼，打，吼，这是拉，吼，这是夹，吼，啊，当然有加啦，吼，我无写起哩，但是迄是变调才会读做加啦，吼，这是卡，吼，较好就变调呀，啊，这是扎吼，这是叉吼，这是杀吼。OK， 你读过就好啊，你家己去练习了吼。我再来分享一个。好来，请讲。受过中华民国教育，一定拢学过注音符号。注音符号先看头前的声母就好啊，伊拄要分四组，啵啵啵啵一组，嘚嘚嘚嘚一组，咯咯咯咯一组，吱吱吱吱一组。台语的声母原则上就是有几个含注音符号无共款的。啵啵啵啵，即个声母伊对照去入声，伊就是 P 结尾。嘚嘚嘚嘚，伊去对照去入声就是 T 入声。咯咯咯咯，伊对照去入声就是 K 结尾。然后吱吱吱吱无是即个 H 伊原来会使做头前的声母，伊嘛会使做后边的一声母。若准讲，入声母有四个 HPTK。伊个对照去四个韵尾，迄四个韵尾就是 M 韵尾合喙音的，合喙音的韵尾，伊对照去入声就是 M 甲 P 是相对应 ，M 是有出声的 ，P 结尾是喙唇合起来无出声，所以台语人若无出声的时阵，敢若看喙形你是看袂出来，伊到底是念的是站还是杂 ，CHAM 甲 CHAP。即两字啊，你若无出声，发音的位置拢相款的，所以一定要出声，你才听会出来。伊是咧讲站喙合起来，或者是杂喙嘛是合起来。真差就是 M 会使拖长音 ，P 是入声袂使拖长音，所以入声和毋是入声，叫做缩声是相对应。所以去学白话字有即个好处，就是讲会使先学。先照注音符号迄四字一组一组啊，对照台语，台语我读台语，啵啵啵啵，嘚嘚嘚嘚，这含注音符号共款的，咯咯咯咯，这是共款的，啊，吱吱吱吱，原则上嘛含台语差不多，含华语嘛差不多有一个 H 尔，所以这四组，若准讲是 N 结尾的，嘚嘚嘚嘚，迄个 N 结尾的时阵，伊对照去入声就是 T。就是倒的意思就对啦，因为 N 就是喙齿和喙齿的关系，所以伊变入声的时阵，伊就变 T 结尾。所以台语的入声尾啊，会有发音的喙形，但是袂有声音走出来。歹势。那英文的部分，马文歹势，你我就感谢你，但是足组织算组织起来啦吼，但是我听无呢。你讲遐波波摩佛是啥物？波波摩佛得他那个四周，波波摩拢是喙唇的音，所以伊若是有出声出来，波波摩摩伊毋是波含摩嘛，对无？迄是做声母的时阵
过 M 会使做韵尾，啊 P 嘛会使做入声尾，所以迄是一组的，迄是一组的，就是头前的声母，毋是有总共17个声母，就准我是零声母第18个好啊。然后再搁斗一个韵母嘛，韵母6个基本韵母，啊你会使组合出双韵母甲三韵母，然后你后壁可能会使有韵尾。韵尾有 M 韵尾，有 N 韵尾，有 NG 韵尾，啊嘛有偏音 NN 韵尾，这韵尾拢会去对照去入声尾。为啥讲对照？是你后背音的是有路用的，咚咚咚咚，迄个咚是因为 NG 结尾，所以对照去入声尾是会变做 K。后背音是安尼呼出来，伊毋是乌白呼的，咚咚咚咚，迄个咚咚咚是。NG 韵尾到读的时阵又变 K 入声尾，是安尼来的。所以 b 这是一组嘛 ，d 呢是一组啊 d 呢 t 是 T 是入声尾 ，d 呢是 N 韵尾，所以韵尾你去找一个韵尾是 N 的时阵，你后背音的时阵，可比讲的赞 CHAN。不管有这个字无这个字，我不管哦，读出来音就是赞，迄个赞就是变成 CHAT， 所以迄个后背音是会使安尼呼出来。坦白讲，我嘛是学5年哦，我到今年才那个抓出来这个物件哦，所以我知影你要甲马文歹势吼，因为你讲了足紧吼，我甲你讲百面别人听无啦，因为我著听无。我知影你要表现的是，你要表达的是讲 PTKH， 毋是乌白道吼，是有一个组织的。譬如讲，什么情形是 P， 什么情形是 T， 什么情形是 K， 什么情形是用 H， 是有一个规则的，毋是讲规则，大陆有一个组织一个。有一个土尾啊，伫遐，有一个土尾啊，伫遐。但是吼，你拄则安尼讲太紧了，我原来无法度掌握着吼。我想讲，可是毋是你手头有，你手头敢有教材会当秀互大家看的时阵，方便的时阵，后回你叫我嘛不要紧，会当我打出互大家看安尼。就翕一个相尔，写几字啊翕相尔，按过就是透过讲解，就是快速掌握就随 OK 啊。无我拄则我嘛无掌握着呢。有掌握的人，我要甲讲一声，无啥物人有掌握着。三年有掌握着无？我知影 PTKH 毋是乌白加的啦，吼，就是有啥物情形是用 P， 啥物情形，毋是讲情，就是讲你发音的习惯，你当时会用 K， 当时用 T 吼，是有一个小可有一个理路啦，但是迄理路我讲袂出来啦，吼，因为我无学过嘛，吼。OK， 所以你著即个摕转去家己练啦，吼。我无去讲啊，就是今仔日到遮已经用足侪时间去啊，用半年钟去啊。好，来读书。妈，你个手头敢有物件会当你若讲，按照大家较会当理解，掌握较听有。譬如讲，你拄则讲 “purple” 一组啊，含 PTK 是对一个用。伊就是指尖嘛，喙唇的啦，所以伊对照，伊迄是是声母，然后声母伊会使对，应该是安尼讲，就是讲，迄是发音的位置，啊，发音的位置做要理解做韵尾还是入声母的时阵，就是。对照去 P 甲 M。OK， 我了解意思嘿。所以声母17个声母，迄是4个一组嘛，啊是甲你的喙内底发音的位置有关系。吼，啊当然声母到啥物韵母有啥物韵尾，迄是你后背音的时阵会使理解了解。啊，后背音的第一声到第三声、第5声到第7声，迄拢毋是入声尾嘛。所以，也就是讲，任何一字，不管迄字是毋是入声尾，
你若要呼背音的时阵，拢会使倒推转去，伫声尾推去，毋是伫声尾，而且是伫声尾推去，毋是伫声尾，互相的就对啊。因为传统伫学七声八调的时阵，拢是用咚咚咚咚去呼背音，啊，迄个呼背音，咚是因为 TONG， 伊是 NG 韵尾，咚伊是 K 入声尾，所以 NG 甲 K 是相对应的。迄个原因是因为发声的位置拢是伫字根迄搭遐，所以入声 K 的入声尾啊，伊的字根会收缩，喙会变足大的，喙会变足大，你会足出力的。啊，若 P 的入声尾，伊是喙唇合起来嘛，爱对照去，毋是伫声尾，是 M 韵尾 ，M 韵尾，所以可比讲的 CHAM 嘛，站，迄是咧呼背音的时阵用的。啊，当然呼背音是为着要学声调，啊，若莫甲背音提出来讲，就是入声，若准讲是 P 入声尾，安尼你要去学习的时阵，对照是对照去 M 韵尾，啊，若 T 的入声尾，伊对照的去是 N 韵尾。K 入声尾的时阵是对照去 NG 的韵尾，啊，这是敢若针对韵尾含入声尾的前差。当然你高一字一字去记，啊，就是变成硬记拢甲背起来就对啊。啊，佮背起来的时阵，咱离学校哪来哪远的时阵，你无用一个较有系统性的去学习啊，会变成一直拢掠无迄个。原理原则伫对啊。好，我已经听有马文你讲啥了吼。爸比，你有掌握到无？马文你讲的重点。爸比，我毋是要甲你考啦，我是要知影你有学到无？你若学到，就表示大家拢应该拢听有啦。啊，若无我阁讲一遍啦。你阁讲一遍。好，我阁讲一遍吼。简单讲就是 HPTK 会用伫什么情形？就是入声字，吼，啊入声有两种嘛，所以会用伫第四声或者是第八声，低音还是悬音，吼。好，啊 HPTK 你讲啊，什么时阵用 H， 什么时阵用 P， 什么用 K， 什么时阵用 T， 就是即当阵就是用的 H， 就是即嘛我即嘛写即就是啊，就是哆。吼，你可能讲啊，哆遮嘛有毒啊，哦，迄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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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讲当你发即个音的时阵，你变到第八声、第四声的时阵，你就会用毒，毋是用哆，吼，啊。你有看，拄则讲，你若是 M 结尾个减，吼，这就是拄则马文讲的，讲你若尾溜是啥物鼻音啦，吼，就是用 P 还是 K 吼，啊，你若尾是啥物 O 啥吼，其实我无掌握到迄个规则啦吼，但是我要甲你讲，就是拄则马文讲的，你嘛会当硬背起来，就是哆，吼。哆啊，就是你就知影讲，即当阵爱用 P， 咚，你就知影即当阵用 K， 滚，你就知影即当阵用 T， 就安尼尔。这吼，我听起来是，若是声调，我家己声调的记的方式，其实我感觉。大家读台文的时阵，我可能声调会表现搁较好，但是我是因为喙舌，就是我的关键应该是喙舌甲迄个爱囥的位置。所以迄就是迄就是入声字，你掌握无好，入声字。对，无是无毋对。啊，若是声调的部分，我是无问题啊，因为我一开始接受的时阵，因为迄当阵咧考迄个笔卷的时阵。啊，伊即嘛要甲你教，伊即嘛要甲你讲的，就是伊就是要甲你教讲，啊，你掌握袂好，我教你安怎掌握，吼，就是讲像
R O N A 的时阵啊，会当 K H 啦，吼，就是 R O N A， 吼，拢会使 K H 嘛。啊，但是你可能，应该是讲像即种感，其实我感觉无必要背这个，我毋知影为虾米有人去想出即种理路来教你安怎背，我感觉无必要，你着直接倒背起来就好啊，就对啦吼。感，啊若无就是爱甲迄理路规个学起来，迄我嘛无法度，因为我今仔听马文讲，才小可知影尔。好，我有机会我学起来再来教啦吼，啊无就爱马文再个嘛你做一下教材方便的方式甲大家是马文你敢若考即张你法度教，你拄则讲的迄篇佫讲一遍，讲甲大家听有。你讲的是恁顶悬的物件。对，我这有教无？即嘛直播顶悬。即嘛这有教无？因为这着拄则你讲的啥物波波摩佛，就这遮是无波波摩佛啦，所以我毋知影你拄则讲的波波摩佛到底是要用伫这遮啥物所在，我都毋知啊。迄是咧帮助你讲，可比讲的 P 韵母的时阵，你的 P 是要安怎发音？啊，有的人因为无去理解讲。迄到底是字尖音、字根音，还是啥物所在音？伊就乌白发音，啊，当然我讲，我去回想较早咧学英文的时阵，老师咧讲你的喙字，你的对，啊，我英文完全袂晓，你甲我讲喙字是啥物，我根本毋知影嘛。啊，毋过即摆咱讲的是台语也好，或者是较早你学国语也好，讲出来迄个位咱会知影嘛。讲迄个 P 是和喙唇有关系，你就袂去用喙字迄个根。字根遐去出力啊！迄是叫你 P， 叫你是喙唇爱合起来啊！啊，你喙唇若无合起来，就走去别位啊！咁讲，叫你发 CHAP， 你发杂，安尼喙唇无合起来嘛？你喙唇无合起来，就变 CHAT 啊！本来叫你发杂 CHAP， 结果你喙唇无合起来，就变 CHAT， 啊，结果有可能你收缩音，若个走去后壁时就变杂。迄就变 CHAK 啊！啊，你若袂晓，即马足侪少年袂晓发入声字的时阵，伊就转变杂，啊，就变 CHAH 啊，杂。所以杂是喙唇合起来，杂是 CHAT 喙字咧喙齿后壁，杂迄个喙字结出来就变 CHAK， 啊杂。就变 CHAH， 迄规脑是拍开的，冷去的啦。所以入声字 PTKH， 迄就是拄按喙字尖、喙唇、喙字尖、字根甲牙后，拄有迄个顺序就对啊。含迄个符号是相对应的。但是马文，我教的经验是讲，学生囡仔伊若是会晓读白话字的。伊一看白话字，伊拢会教甲足准的，伊的发音拢会足准的。对哦。因为伊知影，伊看到 H 就知影讲读，歹势读，看到 TOK 就知影读做读。因为伊看伊就知影，伊即嘛是，敢若看汉字，伊就毋知嘛，伊就敢若看汉字，伊就伊无读，伊看到左甲拄，到底是读做读还是读，伊有时仔伊就看，伊就毋知影。嘿，所以我都有即种讲。所以我就要问的是，芭比，我相信你嘛绝对是安尼。你看到，我知影，你看到，对，你是问对。我甲马文讲者，那个一般咱毋知要安怎读，就是因为咱以前就是用听的无字嘛，后来就是因为看到即个文本，看到白话字，我毋才知影讲即个拼音是啥，就是本来就爱学习，就即摆。那个阿宽讲的是对的啊，就是后来我去读进前一开始参你做伙读台文通信的时阵，因为有汉了，啊，搁有当初是投稿的文章是白话字的文章，我才发觉讲哦，原来即个音是安尼读的，因为伊一开始因为咱时常听的拢是无啥清楚，爱想讲即个环境，互咱听到的是啥物声。其实所以毋知我已经要伊讲，我若伫即个CH顶悬若找着餐厅安尼，就是有系统，也是讲已经就会晓讲台语的人，我就真
去搭讪巴对，因为我加听，因为我环境来讲，咱所听到的并无正确啦，也是讲咱进行无一个系统的学习，所以恁讲的拢问到，就是为怎样咱毋知要安读，就是因为一开始咱我接受就是汉字也是火前文足侪啊，所以讲拢是用摇的啊，听嘛听无清楚，真正是后来对一定爱读到即个白话字的部分，伊的标音就是也是汉罗马字的部分，对我来讲是共款意思，就是讲，我毋才知影讲去纠正，所以咱昨嘛早起嘛有读嘛，我嘛有讲。哇！我才知影讲那个工业迄个业，我因为我以早听就是呀而已啊，就对，就有基因嘛，我就知影讲哈，我一看，因为咱咧读那个白话字嘛，对，啊，所以一读者哦是基因哦，啊，我还在那边留言讲啊，原来这题我一直都读唔到，OK，就是安尼，啊，我就安尼一粒一粒学，嘿，啊，我家己的问题，这系统这真正是就简单，就是说拼音我们学语文的迄个概念，拢差不多，拢我是知影，但是我确实就是欠缺练习，所以讲我日常理解的部分是我上汉班的部分。对，也未掌握到，掌握，掌握到，对，啊，但是我就是，但是有差别，就是讲几个月进前到当，我家己有发觉讲，就是一点仔钱我就加读，我就开始惯习，就是我喙字也是讲，就是讲我家己咧运作我喙字的时阵，我会愈来愈惯习，迄是我因为这是。恁爱想讲，我是敢进行我自我的挑战，就是在打破习惯，因为以前拢是错误的迄款惯习的发音，比如讲我细汉时阵我讲，啊人就爸就讲就高水也无啥要甲我纠正啊，就一定安尼读啊，所以遮会遮侪字拢读都毋对安尼。用汉字来教囡仔吼。台语其实就是你演耍生仔人迄种差不多先生含含糊糊随便会使的安尼个得哒，迄种心态，和日本人或者是德国人迄种正确的迄种学习的态度完全无共，所以莫用台语来学台语，莫用汉字来学台语来教台语吼。这伫咧。中华民国教育部做袂，教育系统内底做袂落啦吼，因为个人就是足惯势，就是安尼，所以咱尽量，我会尽量，迄嘛是毋是我要做啦吼，所以我尽量我咧教，我拢希望会当对咱学的时阵，来学即个白话字啦吼，所以咱为什么我教出师线，我要读出师线吼？就是原因，我实在是足无爱用汉字去读的，但是教材，比如讲我要读《人家啥日志》，无可能有白话字的教材吼。我无白话字的版本通好读吼，我只好去读汉字版本吼。佮足侪啦，比如讲我足想要读迄个钱江有水、钱江歌吼，我有机会我想要读，但是伊嘛敢若有华语版本尔吼，伊无白话字版本，我嘛无法度吼。好，咱今仔日讨论到遮，咱来读剩20分钟，咱来读一下出师线吼。这比汉字更较重要吼，比学汉字更重要。我来开一下出师线，我开对啥物记？第5页。好，来，第3集。好来。第5页。好，咱开始吼。第3只啦吼，这是第5页吼。我看卖啊，你会当。倒我一句读，你若要搁你要加读一句嘛是袂要紧啦吼，你大家足自由吼。第3，伊的死换我的活吼，即句敢莫解说？伊的死，伊的死亡换就是退换吼，伊的死退换我的活。好，来，芭比换你。伊的死换我的活。嘿，冇。伊的死换我的活。我好是第八声。嘿，3年方便无？3年方便你着念，啊，若无方便着人过吼。有方便，毋过你是伫读，我哪会无看到即个即个第5页。我即马share即个就是出师线第5页。嘿。
阮咧，因为我无揣着出死线，等下我来揣顶摆，无你找着才对，好啊。好，好，雷亚换你，你啊无法无方度，便好。用文敢方便？用文敢有方便无？要起来读无？好，会好使。，来，伊的死换我的我。伊的死换我的我，好，B，你若要起来，再欢迎吼，我甲你叫。好，咱继续吼。志勤出来，志勤出来，我继续读到即个分号遮吼。看见土匪牵牛，想要抢倒转，这内底叫做变调吼。志勤牵牛，志勤出来吼，我超工读本调吼。志勤出来，看见土匪牵牛，吼，这应该无啥物好解释吼。想要抢倒转，抢爱变调吼。抢是一般咱讲抢嘛吼，抢劫迄个抢吼，抢想要抢倒转，抢倒拢有变调吼，抢倒转。好，芭比换你。志勤出来，看见土匪牵牛，想要抢倒转。嘿，好。其实是出来啦吼，你若要叫一下，毋是出来吼。出来，无出来，你若读出来，就是爱头前爱加两个海粉，出甲来，出甲来中爱加两个海粉，出来，这叫做出来。出来，嘿，出来，志勤出来，嘿，对，志勤出来，好，看见土匪牵牛，想要抢倒转，好，抢倒，抢倒转就是抢倒转，抢倒转就是漳州腔，抢倒转是泉州腔吼，所以芭比你北部人啊，马云你可能是会讲时代可能是对下港来吼，虽然你住三重埔我知 ，OK， 南昌敢买对对，好安尼哦，抢到南昌， OK 啊，比如讲揣着啊，土匪，这是泉州腔的变调，土匪是南部腔的变调吼。好，后一回教声调时，我再讲一下即个无共的腔口的变调方法吼。好，过来，啥你吹掉？嘿，我揣着啊，嘿，所以猫有你读过啊嘛吼。有我都有读过。好，3年换你对3开始，读到即个抢倒转。伊的死换我的我，是志勤出来，看见出来，毋是出来，这是有出来，嘿对，嘿，志勤出来，看见土匪牵牛，想要抢转去，抢倒转，抢倒转，对，嘿，倒转，药文，倒转。志勤出来，看见土匪牵牛，想要抢倒转。好，非常好，100分。好，过来后一句，若是看到厝我看，若是看到厝伫发火，发火，嘿，若是看到厝伫发火，我等下咱读到遮吼，即句来解释者，若是即个若是啦吼，若是就无变调，若是伫教会内底的人因足够运用的，即个我运用袂来，我无法度运用即个词吼，就是头前讲伊要安尼做 ，but 即个 but 就是若是。咱来查一个啊，词典吼。However, but
第七声，是第七声。若是就是但是，哦，你若要写汉字，会使写但是哈，若是，啊，或者是若是，但是我认为伫遮是但是哈，伫遮哈，伫遮咱遮讲的用法就是头前什么什么什么，后来 but 什么什么这种语气，就是用若是。哦，伊本来想要抢倒转嘛，啊，但是安怎发生什么代志，所以无法度抢倒转吼。想要抢倒转，无法度抢倒转，所以后壁就绝对就是但是，毋是若是啦吼。若是看到厝伫发火 ，but 伊看到厝伫发火 ，however 伊看到厝伫发火，OK， 好，我讲嘛。就要高跌哦，所以伊无法度去抢倒转嘛，因为伊看到厝咧发火，所以就袂高跌嘛吼。我看嘛，要甲读较好，读到袂高跌遮吼。我阁读一遍吼。若是看到厝伫发火，就袂高跌。好，巴黎。若是看到厝伫发火，就要高跌。就袂高跌，吼，就顾不得了哈，袂高跌就是顾不得了哈。台语的这个 sentence 的这个 structure 和华语是无共的吼。袂高跌就是顾不得啊，但是伊是甲动词刻伫后壁。要是副词嘛，刻伫头前就袂高跌吼，袂高跌啊！其实毋是语尾助词吼，是得到迄个得。你若要写汉字就袂高跌，就是顾袂着嘛吼，顾不得嘛吼。哦 ，OK， 好，马文应该有法度甲你读吼，马你读嘿。若是看到厝底发火，就袂高跌。嘿，是。三年。若是看到厝底发火，就袂高跌。啊，若是啥物意思？你知无？若是如果是，毋是，毋是，如果是。若是啊，毋是哦，若是安尼是啥物意思？若是就是但是。哦，了解。嘿，多谢。好。若是，好。嘿 ，OK。这OK 吼，因为这毋是一般人惯习讲台语的人会晓的吼。这敢若教会的人用了上用了上活跳啦，就是上用了上高啦。我本来讲上练等啦，就是但是。嘿，若是我去尔，若是150块吼，但是，这是但是吼，一般人吼，包括我家己在内吼，拢足罕的，足袂晓用即个若是来表示但是。即嘛咧，因为你大家讲华语拢讲但是，拢袂晓讲若是吼。哦，所以这我到即嘛我嘛是无法度，我是看着才知影讲啊，我特别着看到即个词，我就知影即个词意思，和我较早所知影拢完全无共吼。好，超工拄了3年，要甲互大家个加强一下印象哈。好，叶文来，佮问你继续读到即个袂高伫遮。若是看到厝咧发火，就袂高跌。嘿，是真好，100分。好，两个今日无法度通得真可惜哈。咱继续哈。袂高跌是发生啊，后伊做啥物代志？若是表示头前无法度做，一直做别项代志嘛吼。咱来看，随时限字阵来说遐个火，互伊花。
伊要抢倒转即项，要甲牛抢倒转即项代志无法度做嘛吼，伊颠倒去做别项代志，所以毋是弱势，是但是吼，但是啥物，所以去做别项，随时即个sentence 即个 structure 吼，即个语的构造吼，绝对阁是值得各位阁好好研究甲 OK。今仔日吼，咱就算1点钟读这2句话就记得啦吼。即句咱阁来看一遍吼。随时限时阵来说遐个花，互伊花。这吼伫华语内底是无即种构造的即种语法，所以你绝对是对华语是学袂起来。我今仔日伫咧迄个啥物我伫咧网络顶看一个人则写一篇，伊用白话字写，倒啊一句话，一段话哦。伊讲啥物写你若台语写甲愈接近愈华语愈好，有即种想法的人吼，就是我后壁的批评我袂记啊吼，反正就是吼，讲较好听啊，讲较轻的叫做三八啦吼。若要讲较严重，就是我听你放屁啦吼。台语绝对是写啊和华语差愈侪，才是我会讲迄个语法构造啦，这真正才是道地啦吼，这真正是诚老的台语啦吼。当然毋是逐句拢法度啦吼，像即句就是安尼吼，随时限时阵来说遐个花，互伊花。即只有伊用一字吼，迄你若台语讲啊无老的人，你是无可能用会出来。迄字就是随时限时，当然要变调吼，限时阵来说遐个花，互伊花。什么意思呢？就是伊马上拿番薯藤来做迄个代志，后壁迄个代志。但是你内底完全看袂到迄个拿嘛、摕嘛吼。拢无伊用好，咱来看即字遮尔好用吼。咱来查一下词典 ，NG3，吼，歹势，应该是第2声吼。第2条OK， 所以伊是啦吼，歹势，安尼我讲毋对去吼。即字的意思，伊就是动词，就是啦吼。伊即个毋是语法构造的问题吼，毋是我所以为迄个第3声吼，伊是吼所以来到遮，随时限时阵，安尼即个语法构造就是和华语就无啥差啦，因为是动词、受词吼，后壁是另外一句吼。相关咯，佫有说话，原来动词、受词安尼吼 ，OK， 所以是随时限时阵哦，我变调拄则变毋对去吼。随时限时阵来说遐个花，互伊花，安尼故事就是动词、受词、动词、受词，即个无啥物特别啦吼，足侪语言拢是安尼啦吼。动词、受词、动词、受词吼。我拄则讲限时阵的时阵是另外一个讲法吼，迄以后再讲啦吼。好，所以是什么体艺术啊？对。我看嘛，鬼色我看嘛，限时阵用竹边的手提，这是我看嘛，第一字，毋是即字嘛，毋是遮吼，遮，叶伫腋窝下，这腋窝应该写腋窝吼，叶伫咧即个鸡人空下底啦，用一手去摸的，叫做
譬如讲三雨伞，你用你的你用胳肢窝夹的东西叫做雨伞，所以你甲雨伞揢伫一支手甲夹的安尼叫做雨伞。珠包，敢有人有珠包的？应该是即个书包，毋是迄种用拍迄种书包啦，是你用包袱啊，手啊包起来啊，伫咧一手甲夹起来，安尼叫做珠包啦吼。衫当然一件衫你甲嘿。上班的人会甲即个迄个讲卡棒哟，就是迄种上班迄种上班用的卡棒会伫咧即个规人空食条的吼，即个是啦吼。啊，其实即个字我嘛就含咧用啦，我嘛是今日才看到才知影吼。好，过来，所以咱转来遮。随时含一阵来xuất遐个火，互伊花。啊，随时呢？随时可能你嘛爱有法度讲较足老的台语的人，才有法度用即个词伫遮吼。随时就是马上用了吼。咱讲随时立刻知影嘛吼。但是伫台语内底，随时毋是干那毋是干那promptly 或者是讲迄个instantly 尔吼，毋是。我感觉对啦，这也是即个副词尔吼，随时因为后壁动词啊嘛吼，随时含一阵来xuất遐个火，互伊花吼，所以这是副词吼 ，promptly 就是你嘛会使讲 quickly 吼，可能是随时应该是迄个马上吼，迄个意思较侪吼。啊，即个动词讲过啊，含一阵就免讲吼，番薯藤吼，名词。好，后壁佫是另外一句吼，就是用即个来接续即两句吼，来连接即两句。头前一个动作，后壁一个动作，用来甲connect 起来吼，来规个结连起来，来创啥物来xuất遐个火，互伊花吼，xuất遐个火，互伊花，xuất就是鞭打叫做xuất吼，用鞭去鞭打叫做術，啊，即嘛是伊是用含一阵去鞭打吼，叫做術吼。只要是鞭打即个华语即个动作，大家拢会讲个術吼。人術啊，就是去術網用的迄個符，迄個干哪，若敢若仙人迄八仙你掠迄支浮尘有无？迄个网術啊吼，对啊，用来你術網的吼。好，这是術第四声吼，啊術網我就变调去啊吼。变第八声去啊！xuất遐，这是动词，后壁是受词，遐个火是受词吼，xuất火啦吼。甲即个xuất遐个火，互伊花，其实这是搁伫另外一句啊吼，用互来连接头前即句，互伊花吼，这是主词是伊，花是后壁动词吼，所以随时含一阵来xuất遐个火，互伊花好。安尼，爸比你规句掌握对无？拢每一字拢理解意思吼，每一字拢知。安尼好，安尼你读一遍。随时含一阵来xuất遐个火，互伊花。好，麻烦再佫麻烦你。随时应该是变调吧？随时含一阵来xuất遐个火，互伊花。对，随时，歹势，我一直谈对去吼。麻烦你讲的是对。随时，随时是第二条嘛？迄个动作是第二条。第二条，所以你会当变两种。含一阵。你会使变第一声，还是變第五聲，拢會使。我是隨時含一陣，吼含一陣，來xuất遐個火，互伊花，或者是。所以即句話是三個動作就對啊，即句話三個動作，或是表示應該三個動作嘛，以上。所以馬文嘅。含一陣來xuất遐個火，互伊花。是三年。
随时含一阵来xuất遐个火，互伊花。好，啊，泉州腔是随时含一阵吼。OK， 玉文。随时含一阵来xuất遐个火，互伊花。或者是随时第一声你拄则读的是第一声吼，啦吼，我是读到随时含即我拄则嘛是佫读毋对去，随时含一阵吼，啊，随时就是拄则马文读的即个变调方式吼，随时含一阵来xuất遐个火，互伊花，随时含一阵来xuất遐个火，互伊花吼，拢会使。时间已经超过啊，好，咱今仔读到遮就好吼。第五页的这几句啊，每一字拢学着啊，每一个声调拢读互拢爱好音好准吼，所以大家惯势讲出来啊，但是伊即只就是写出来，咱就爱读出来吼。主要是要练习啦，毋是讲你读出来就毋对啦，读出来嘛是意思全对。我超工要各位练习变调吼。你看到白话你爱安怎变调就安怎变调，当然有时啊伊的态度会写毋对吼，所以我看太侪吼，但是真正是对的啦吼，志勤出来吼。好，BB， 你若真正有兴趣听，欢迎你加入阮即个房吼。啊三年遐有迄个啥赖的迄个小教吼。吼 ，OK 好，啊欢迎你若要学台语。一字一字读，安尼是上紧的吼。读白话字绝对比汉字搁较好。我对中华民国吼各种批评、各种批判吼、各种骂甲，真正是骂甲吼，一个牵死啦吼。我真正是骂甲牵死。啊，伊就是逐伫我骂吼，因真正是黑白来。啊，迄寡人，尤其是批评台语教育的迄寡人，更加是搁较真正是毋捌你搁无卫生吼。好，咱到遮。后礼拜继续读吼，教一句是一句，后礼拜会教声调吼，有兴趣再来学吼。啊，先煞甲无讲腔口变调讲一遍，安尼就大家较知影。为虾米我讲你会使安尼变，你嘛会使安尼变吼。啊，我希望你甲迄个腔口学起来，你着专心专意读你的腔口。当然，伫白话字无法度啦吼，教白话字是伊是写啥物你着读啥物吼。但是变调会使吼，变调会使，甲你家己的腔口、你的地方音、你本身你家庭、你厝内的即个腔口